如果死者有物業而遺囑執行人冇做到呢3樣嘢當中其中一樣嘅話咧，咁就好大鑊㗎啦。如果死者係有物業嘅話咧，其實呢個遺囑嘅執行人咧係需要將嗰個遺囑認證咧登記去土地註冊處嘅，因為咁樣咧全世界人先至知道第一死者死咗啦，第二究竟而家邊一個人可以處理死者嘅物業嘅。咁登記咗呢個遺囑認證之後咧，其實大致上呢個遺囑執行人咧有3個方法去處理死者嘅物業嘅。第一就係咧將個物業咧直接賣出街，賣咗之後扣減咗嗰啲使費，扣減咗經紀佣啊各樣嘅嘢之後咧，就可以根據遺囑嘅內容分配俾遺囑底下嘅受益人㗎啦。第二咧就係由遺囑嘅執行人直接將嗰個物業咧轉俾遺囑底下嘅受益人。如果用呢個方法嘅話，就要做翻樓契啊咁樣啦。至於第3個方法就係咧，有陣時咧我哋知道，雖然死者喺遺囑嗰度咧有個意願將嗰啲物業轉俾若干嘅受益人咁樣，咁但係有啲受益人咧，可能佢根本就唔想要嗰個物業，因為各種原因啦，可能佢自己有一啲公共房屋啦，又或者係佢自己大把錢啦，都唔稀罕嗰啲財產啦咁樣。咁樣咧，呢啲受益人之間咧，佢哋可以做一個協議嘅，我哋通常叫做家庭協議書啦，或者家庭協議契約咁樣。佢哋喺呢個家庭協議書入邊咧，可以大家講清楚，某啲人可能放棄佢喺遺囑底下嘅就住物業嘅權益啦，由某一個人去全權或者全部去攞晒咁樣。咁講清楚之後，跟住我哋再做翻個樓契，咁樣咧登記翻去土地註冊處，就可以完成呢個物業嘅轉易㗎啦。如果個遺囑執行人未有根據頭先我所講3個方法其中一個方法去處理死者嘅物業嘅話，而佢又處理咗之前咧又自己過咗身嘅話咧，咁就麻煩啦。因為咧呢個物業咧或者呢個死者嘅遺產承辦咧就未叫做完全處理晒嘅，咁變咗咧隨時咧嗰個死者嘅遺產就要由其他人重新再做過一次，先至可以處理到嗰個物業嘅轉易啊。咁所以咧，做咗死者嘅遺產承辦之後，如果有物業嘅話，除咗登記上土地註冊處，一定要跟我頭先所講3個方法其中一個搞掂佢，咁就萬無一失啦。